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，有一个便雅悯支族的人，叫做基士，是阿别的囝塞罗的孙，比格拉的长孙，阿菲亚的元孙。伊是好业人。伊有一个囝，叫做扫罗，勇壮搁英俊。以色列人无一个会当甲伊比，伊比别人较悬一粒头。扫罗的老爸基士看见几若只驴母，基士甲扫罗讲：“你带一个仆人去找遐个驴仔。”因行透以法莲山区、沙利沙地区、沙林地区，后来到便雅悯地区，拢找无。因到苏弗地区的时，扫罗甲伊的仆人讲：“咱转来去，若无，老爸无烦恼驴，煞烦恼咱。”仆人讲：“等下，即个庄舍有一个上帝重用的人，受大家敬重。伊所讲的拢会实现。咱来去找伊，无定着伊会甲咱指示去倒位找驴。”扫罗甲仆人讲：“咱若要去见伊，有啥物通送伊？咱第仔来已经无食物，嘛无礼物，通送迄个上帝重用的人，咱还有啥物无？”仆人搁应扫罗：“我有一块细块银仔，通送互迄个上帝重用的人，请伊甲咱讲，伫倒位会找着驴仔。”以前以色列人要求问上帝，会讲：“咱来去找先见。”较早先见，今仔日叫做先知。扫罗甲仆人讲：“好，咱来去。”因就去上帝重用的人住的城。因上山坪要入城的时，拄着几若个查某囡仔出来要抢水，就问因：“先见有伫遮无？”查某囡仔应讲：“有，伊伫遮，拄伫恁头前进去。伊今仔日拄好来即个城，要伫山头段为民众献祭。恁一个入城，伫伊还未上山头段食祭物以前，会找着伊，因为人民袂当先食，着等伊祝福祭物了后，受请的人才会当食。恁即阵去，就会找着伊。”扫罗甲伊的仆人就继续行，因要入城的时，撒母耳拄因行来，要出城去山头段。扫罗还未到的前一日，上主已经甲撒母耳启示讲：“明仔载即个时阵，我要找一个人对便雅悯地区来你遮，你着甲伊抹油，设立伊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伊会救我的子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我有看到我的子民的困苦，听到因哀求的声。”撒母耳一个看到扫罗，上主就对伊讲：“即个就是我甲你讲要治理我的子民迄个人。”扫罗伫城门内行活，撒母耳甲伊讲：“请问先见的厝伫倒位？”撒母耳应扫罗讲：“我就是先见。你先上去山头段，今仔日恁要甲我做伙食饭。明仔早起我会送你转去。你咧烦恼的代志，我会甲你讲。”
你3日前碰见遐个驴仔，你毋免烦恼，已经找着啦。以色列人所底较无个是甚物人？敢毋是你甲恁老爸的家族？扫罗应讲：我是便雅悯人，属以色列人上细的支族。阮家族阁是便雅悯支族中上细，你哪甲我讲遮个话？撒母耳带扫罗甲伊个仆人入去客厅，互因伫所请的人中间坐大位。所请的人客大约有30个。撒母耳甲主治个讲：我交代你收起来迄份通捧出来。主治个就将特选的大腿捧出来，摕伫扫罗面前。撒母耳讲：即份是为着你老爸，请你食。伫我邀请人客的时，就有先准备。留到即个时阵，迄日扫罗就甲撒母耳做伙食。因对山头段倒来入城，撒母耳甲扫罗伫厝顶讲话。透早天曝光的时，扫罗还伫厝顶伫困。撒母耳叫伊起来，我送你倒去。扫罗就起来，伊甲撒母耳两人出去外面。因行到城的角头，撒母耳甲扫罗讲：叫仆人先去，仆人就去。撒母耳阁讲：伫遮小等一下，我要甲你传达上帝的话。